一年有3200萬嘅產值。係你話而家市道好唔好？今日我就帶大家了解一個生蝦咁跳嘅企業，而且佢已經係地區嘅龍頭企業。佢係點做到嘅呢？我帶大家了解下。鐵索橋問路仔攞啲滾絲條，最大隻蝦有幾大？有養過有4兩種嘅蝦， 4兩仲唔係咁長？有啊70公分嘅。哇，咁大隻蝦！哇，生蝦咁跳。哇，係真係生蝦咁跳喎，好生猛喎！點解人哋講生蝦咁跳咧？嗱，你睇到㗎啦。啊！咁一個塘幾大面積啊？3、4畝、4、5畝一塘㗎。成本蝦苗去到幾錢？正常啊，1毫子一粒到嘅。蝦一直喺淺水個位置度覓食嘅。我哋遲咗啊，會唔會投餵喺呢度咁樣一圈？其實而家養嗰啲草就係蝦嘅庇護所。係啊，庇護所咧，亦都係呢個水質調節嘅一個利器。哦，講究呢個生態嘅養殖。養呢個羅氏蝦有冇呢個地域嘅差異？目前而家比較多嘅話，就係喺廣東、福建、廣西、華東一帶。養殖嗰個面積已經有幾多畝啊？目前我哋公司自營嘅基地咧係800畝，加上其他合作社農戶咧，總共係達到2000畝。按照農戶嘅話，一畝產值有幾多呢？500斤一畝。回收價格去到幾錢？大概到40到50蚊。按照平均價35蚊，500斤一畝都有2萬蚊產值喎。有㗎。個成本去到幾錢？中棚蝦嘅話，12,000到13,000蚊一畝，大水蝦8,000到1萬蚊。啱先講2萬蚊產值一畝嗬，養2次，咁你一年可以有4萬蚊。即係幾多錢啊？216。1600萬。1600萬。哦，800畝嘅產值哦。一年養2造有3200萬嘅產值。係。養蝦主要係全部都係走市場做嗰個鮮蝦。目前嚟講係走市場，而家已經喺度投產緊一間咁個羅氏蝦嘅食品加工廠，做深加工。係做埋深加工。可能你嗰個3200萬，可能分分鐘就翻倍喎。係啊，公司加農戶嘅形式都係你直接派咗去塘頭拉蝦嘅。係啦係啦，即係主要都係由你哋統籌。係啦，冇錯。好，答到嘅。其實你點解會翻嚟養蝦嘅呢？生於斯，養於斯，好中意問泥土深咩？始終翻嚟鄉下先至有個歸屬感。剛才我哋了解到肇慶羅氏蝦嘅養殖嘅模式，呢個確實係一個唔錯收益嘅產業。支持肇慶羅氏蝦，支持三農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嘅三農企業。